即摆当是蜜蜂的采收期，嘉义梅山的水里村有一场饲蜂场，314个蜂箱全部互放药啊，这个蜜蜂全部互偷死。即摆讲到这个蜂蜜的产地价，每台斤300块起跳，互人下毒的这个饲蜂场损失大约200万。蜂农是痛心来报警，警方已经锁定可疑的人士。甜甜香香的蜂蜜，有人会加伫饮料内面。即马当时低火蜂蜜采收的季节，规个拢倒啊，这规个全体规个拢去啊。一个蜂箱内面的蜂拢大量死亡，有的还阁咧跳。规还咧跳，你有看？无效的啊。嘉义县梅山乡水里村这饲蜂场314个蜂箱被人下毒，原本会当采收的花蜜拢毁掉。你无为抗议比较严重。我拢是除的蜂啊，晓落就是价值，即马价值才3、4千块。即马蜂蜜价小产地价每台斤300块起跳，损失惨重，蜂农报警处理。伊算全部300几度，等于拢甲我总灭掉的意思啦。安尼损失偌济？都上紧都200个啊。被下毒的饲蜂的主人表示讲，并无甲人结怨，嘛毋知是虾米人，又搁为虾米要下毒？警方接到通报，已经上山采证，农试所人员嘛派人来采样化验，积极追查毒蜂人。